時頭昏腦脹、肚風脹氣，可以提神醒腦，減輕你嘅頭痛。做完運動，肌肉酸痛行唔到，甚至係俾啲衰蚊咬到周身痕啊！仲可以驅趕蚊蟲，可以止痕癢添啊！肚底嘅位置減輕我哋嘅經痛。搭車搭船覺得好頭暈，都可以擺喺個鼻度，輕輕聞一下，即時可以通鼻塞，防暈車浪。採用天然嘅成分，完美配合咗薄荷同薑嘅草本精華。最特別嘅係，佢仲有獨有嘅雙重感官體驗添啊！每日返工坐足8個鐘，膊頭硬到好似嚿石咁啊！做完運動，肌肉酸痛行唔到，甚至係平時頭昏腦脹、肚風脹氣，仲要俾啲衰蚊咬到周身痕啊！其實生活可以唔使咁辛苦，你只需要呢一支古丹冷熱薑鬆油，採用天然嘅成分，完美配合咗薄荷同薑嘅草本精華。最特別嘅係，佢仲有獨有嘅雙重感官體驗添啊！搽上手嗰陣，薄荷得嚟帶啲清新提神，哇！隨住按摩滲透，薑嘅精華就會變成溫熱舒暢。如果你喺辦公室做嘢做到頭昏腦脹，你就可以搽喺太陽穴度啦，可以提神醒腦，減輕你嘅頭痛。如果去行山咧，怕蚊叮蟲咬咧，呢一個咧仲可以驅趕蚊蟲，可以止痕癢添啊！我哋女仔每個月咧都有少少唔舒服嘅時候嘅，呢個咧可以搽喺我哋肚底嘅位置，減輕我哋嘅經痛。搭車搭船覺得好頭暈，都可以擺喺個鼻度，輕輕聞一下，即時可以通鼻塞，防暈車浪。呢隻冷熱薑鬆油非常之舒服，首先搽落去嘅時候，佢有啲冰冰涼嘅感覺，慢慢佢就變咗溫熱，仲有呢個天然草本成分，由頭照顧到腳趾尾，真係非常之舒服，每個家庭都需要一支嘅。